我想選中獎號碼，我希望我能選到中獎號碼，我盼望能選到中獎號碼時，你就係喺度談論中獎號碼，好似中獎號碼已經注定咗嘅，但係其實唔係，仲未有號碼抽出嚟。所以當你帶住熱情去做號碼玩呢個遊戲，重點就係要俾自己知道，你可以令現實配合你哋嘅號碼，而唔係你哋號碼要配合現實。呢度嘅意思仲包括要明白，就算我哋嘅物理層面用物理路去理解，雖然你睇當中好多人都話想中六合彩，但係其實你睇對呢件事嘅熱情未必真係你以為咁高。玩呢種遊戲會令你喺當中好多人浮現出好多疑慮、信念同定義，呢啲都可以幫你處理你同財富同豐盛概念之間嘅關係。你哋當中好多人都係咁樣利用呢個機會。咁樣講啦，每次你去玩，只要你願意用結果，無論點都可以更深入嘅探索你同財富同豐盛概念之間嘅關係。佢喺呢個角度嚟講，你已經贏咗，因為大部分人玩呢個遊戲其實都係為咗呢樣嘢。我唔係話你唔可以贏，但要記住呢樣嘢同其他嘢都一樣。如果你真係對一件事充滿熱情，你就會將佢實現出嚟。其實大部分你睇唔似你自己想象嘅，對六合彩並冇嘅大熱情，反而你睇對自己真正熱愛做嘢嘅更加有熱情。六合彩只係你現實其中一個可以俾你機會去做你想做嘅事嘅方法，但未必係最容易、最快同最開心嘅方法。所以無論你幾時去買，都要明白冇做其實係想俾自己有機會去了解你同豐盛、你同財富嘅關係。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，佢就冇問題。你會容許自己以一個中性代表你最高自我嘅狀態去參與呢個遊戲，咁樣其實可以話係會俾你有最大機會真係贏到。你同財富呢個概念嘅關係，我最近開始講解呢樣嘢，明白到你喺當中有唔少人喺探索靈性嘅同時，仲係心入邊覺得擁有靈性生活同追求物質財富係有矛盾。其實根本冇乜嘢事啊！一切都係財富，無論係靈性財富定物質財富，都係同一種財富，只不過用唔同方式表達出嚟。而當